大家好，歡迎翻到嚟 Watson Sour 第二季嘅純酒之旅。咁多謝大家對上一季嘅支持啦，令到我哋可以繼續介紹更多唔同嘅品牌俾你嘅。咁今年打頭陣嘅係小龍香檳 Gora Champagne， 而今日要介紹俾大家認識嘅呢，就係小龍香檳界嘅始祖之一 Pierre Peters。究竟咩係小龍香檳？佢有咩特別？佢嘅香檳係咪俾 Champagne House 做出嚟嘅好飲？點解愛酒之人都會追住 Pierre Peters 嚟飲呢？想知道更多，記住繼續睇落去啦！如果支持我哋繼續拍更多呢個系列嘅影片俾大家，記得 like、comment、share 同 subscribe。首先等我講解一下香檳生產商嘅三大類別，包括酒商、合作社同埋獨立酒農。酒商 Champagne House 即係指生產商擁有自己嘅葡萄園，又或者收購果農嘅葡萄嚟釀造香檳。佢哋擁有自己嘅酒窖釀造啦、儲存同埋銷售香檳嘅。咁酒標上面咧就會印有 NM 嘅字眼。香檳區一共大概有250間酒商啦，佢哋專注混合嚟自唔同地區同埋年份嘅葡萄，確保每一年每一間酒商都可以維持自己品牌嘅口味。Champagne House 例子有以下幾款。而合作社嘅出現，因為好多小酒農咧就冇足夠嘅能力去進行由頭到尾嘅生產工作。咁所以一部分人就會選擇以合作社嘅形式去生產香檳，結合眾人嘅力量一齊釀造酒款，並由合作社負責管理、釀造及銷售等等嘅工作。咁喺酒標上都會印有 CM 嘅字樣嘅。咁獨立酒農亦稱為呢個小龍香檳，即係由種植、採集、釀造同埋銷售全部過程都係由酒農獨立負責嘅。咁酒標就會印有 RM 嘅字樣。香檳區一共有2000幾間嘅 Gora Champagne， 因為種植者咧通常只係喺香檳地區特定嘅地點擁有好細塊嘅土地，所以產量一般都好少。亦都係因為咁少嘅產量咧，佢哋都只會進行小批量嘅混合，所以你每一年嘅口味都非常獨特，亦都比較能夠體驗到自家嘅特色。特別係今日要講嘅 Pierre Peters， 早喺1919年已經喺 Côte de Blanche 其中一條村 Le Mesnil-sur-Oger生產緊特級村嘅白中白香檳，現今已經傳到第6代，由 Rudolf Peters 接手。Le Mesnil 係香檳地區鼎鼎大名嘅特級村，葡萄園總面積有434公頃，主要種植 Chardonnay。咁當中嘅土壤大多數係白堊土，含有豐富海洋化石嘅沉積岩，令香檳可以釀造出獨特嘅果物質口感，風格優雅平衡，極具陳年潛力。同地區嘅亦都有種植非常出名嘅頂級香檳 Salon 同 Cru 嘅葡萄，咁印證咗區內嘅葡萄質素都十分之高。除咗 Le Mesnil 之外， Pierre Peters 亦有喺北面嘅 Auger、Affiche 同埋 Cremant 擁有土地，咁總佔19公頃。而呢4個 Grand Cru Village 可以以4個唔同嘅季節去形容。Le Mesnil 就好似冬天咁吹住一啲凍嘅海風，南薄而尖銳。Auger 就好似春天咁，有一啲白色嘅水果同埋花香嘅味道。Affiche 就相對比較純一啲，所以好似夏天咁會有住黃色同橙色嘅水果，例如係金桔嘅味道。最後 Cremant 就有秋天嘅特色，奶油感會比較重啲，整體都會比較特別。Pierre Peters 擁有嘅葡萄藤年齡高達70年，老藤加上少有嘅土地，令到出產量少之又少。而佢哋有3款主要嘅酒款，第一款 Cuvée de Reserve 混合咗4個 Grand Cru Village 之餘，亦有40% 嘅酒嚟自陳年酒。著名酒評雜誌 Wine Spectator 認為呢款酒非常細緻，質地細膩，而餘韻亦都帶有少少 chalky 嘅特色。第二款 L'Esprit 混合咗4個 Grand Cru Village 最靚嘅葡萄，亦都會喺靚年份先出產，咁會連同酒渣陳年4年先會推出市場，令到味道更加複雜。酒評雜誌 Wine Spectator 形容呢款香檳非常 balance， 有 power 得嚟，亦都能夠充分展現到 Pierre Peters 嘅高超釀酒技巧。第三款 Le Châtillon 就係 Pierre Peters 嘅旗艦產品，嚟自 Le Mesnil 嘅單一葡萄園。前面提到呢個村落嘅葡萄土壤非常 chalky， 而葡萄藤嘅平均年齡就係40至70歲，亦都會連同酒渣陳年6年先推出市場。咁平均每年只會生產5000至1萬支，所以產量極少。現時 Watson Sour 係 Pierre Peters 香港嘅唯一代理商，
而大家只要 scan 樽身嘅 QR code，亦都會顯示翻樽身嘅號碼、代理商、blending 嘅基礎年份同埋除劑日期，以便真偽。咁有興趣試飲嘅觀眾咧，亦都可以去唔同 Watsons Wine 嘅分店尋寶。中意呢條片嘅大家記得 like、comment、share 同 subscribe。我哋下條片再見啦！